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11章。以色列众人自即来希伯伦见大卫讲：阮是你的骨肉。较早扫罗做阮的王的时，带以色列去交战的是你。上主你的上帝嘛捌甲你讲：你会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，嘛会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以色列的长老拢来希伯伦见大卫王，伊就伫希伯伦，伫上主的面前甲因立约。因就用油抹大卫，设立伊做以色列的王，照上主通过撒母耳讲的话。大卫甲所有的以色列人去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当时叫做亚布斯，因为亚布斯人住伫遐。徛起伫亚布斯的人甲大卫讲：你无可能攻入来。毋过大卫有公主錫安的堡垒，就是现在的大卫城。大卫讲：什么人先攻打亚布斯人，伊要做头做元帅。塞罗亚的囝约押大声上去，就做元帅。大卫住伫堡垒，所以迄个堡垒叫做大卫城。伊对米罗开始起四围的城墙，其他的部分交互约押修建。大卫哪来哪强盛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甲伊同在。下面这个是大卫的勇士的领袖，因全力拥护大卫得到王权，嘛甲以色列众人照上主对以色列的应允设立伊做王。遐个领袖的名单记伫下面。哈吉摩尼的囝亚索班是正军官的首领，捌一遍用枪杀死300个人。第二个是阿赫阿人多多的囝伊利阿撒，伊是3勇士的一个。伊捌甲大卫伫巴斯大敏，非利士人自即伫遐要交战，遐有一区园，种真济大马，以色列人伫非利士人的面前逃走。伊徛伫园中防守迄区园，拍非利士人，上主予伊大胜利。30个首领中有3个落去阿杜兰洞附近的石盘遐见大卫。非利士的军队伫利法因山谷扎营。迄时大卫伫要塞，非利士的军队住在伫伯利恒。大卫用真较无的口气讲：若有人会当去摕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互我啉，毋知偌尔啊好。这3个人就冲过非利士人的营地，对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抢水，赶来互大卫。毋过大卫毋啉，倒出来献互上主，讲：我的上帝啊，我哪通啉即个水？这敢毋是遮个用性命去换来的人的血？我哪敢啉？所以大卫毋啉。这是这3个勇士做的代志。约押的小弟阿比斯是另外3个勇士的首领，伊捌举枪杀死300个人，就伫3个勇士中有名。伊比其他2个较有名望，所以做因的领袖。毋过伊还不及前迄3个勇士。阁有教士人耶何亚大的囝比拿雅，伊是勇士，有做真侪大事。伊捌杀死摩押2个强猛的勇士，阁伫落雪的时落去坑内杀死一只狮，阁杀死一个200多公分悬大的埃及人。迄个埃及人
手举枪，枪的柄亲像织布机的车身遐粗。比那仔只有举棍落去伊遐，抢伊的枪，用迄支枪甲伊杀死。这是耶和亚大的囝比那仔所做的事，就伫三个勇士中有名。伊比30个勇士较有名望，毋过不及前迄3个勇士。特别有设立伊做侍卫长。军中的勇士有约押的小弟亚撒赫、比利兄人多多的囝伊利哈兰、哈鲁人沙马、比伦人希利斯、提哥阿人约结的囝伊拉、阿拉杜人阿比以夏、乌沙人西比该、阿赫阿人以来、尼多法人马哈莱甲巴纳的囝希利、便雅悯支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囝以太、比拉顿人比那雅、加什克人何来、阿拉巴人阿别、巴罗比人阿苏马威、沙本人伊利亚哈巴、基顺人合亲的正囝哈拉人沙基的囝约拿丹、哈纳人沙加的囝阿希暗、乌尼的囝以利法勒、米基拉人希弗、比伦人阿希雅、加密人希苏罗、伊苏拜的囝拿来、拿丹的兄弟约尼、哈基利的囝米必合、阿文人西勒甲西罗亚的囝约押军去的比罗人拿合来、以帖人伊拉甲加利、迄人奥利亚阿来的囝撒伯、路边人示撒的囝阿蒂那，伊是路边支族中一个领袖，带30人。马加的囝哈兰、米特尼的囝约沙法、阿斯塔拉人乌西亚、阿罗尼人何坦的囝沙马甲亚利、提色人辛利的囝亚帖甲伊的兄弟约合、马哈米人以利亚、以利拿安的囝亚利拜甲约沙米亚、摩押人以定马、以利亚、俄比德甲米索巴人亚西亚、